一个晚上就丢开了。那老头子一死，我也要无人寻找。万孙之后天之恩，当不到这里来当故事，这不是命万子什么？不，美女姐姐讲的谁不一样？她是命在哪里？既看不见又摸不着，信她做什么？是命也好，不是命也好，反正人生一场梦，而且我们是做不完的噩梦。哎呀，又哭了！跟你在一起，我也老是想哭；跟美女姐姐在一起，她总是那么夸我。我也知道她心里并不好受，可是从来没有看见她流过一次眼泪。相反的，她倒是笑。哎，你听，这不是美女姐姐笑声吗？爷爷，你们这两个傻丫头，怎么还坐在这里？那么好的把戏不去看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姐姐，什么好把戏啊？来，我来告诉你们，前几天不是有几个请我老子当着人院推销卖桥吗？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们不是一直没有去理他？不想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，有一个人竟想跳将过来，我的好意却拼不了使用。不想这个老太婆反盲目去对应野战人，真把我气得要死。刚才他又在讲话推销，我在内部资料，我就这样，他呛了一声，哎呀，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啊！这个人门在50不到，正好这时候那老太婆来了，我又咳嗽了一声，躲开了。我想这个人把老太婆弟弟妹妹的乱叫，这一下子一定正在淡定死了。怎么了？不是我吗？梦啊，做过的噩梦。弟弟，你看他也是梦啊命啊，我死了半天，反正说不动他。是的，我的亲妹妹。女子无情奈何
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为什么不站好？水放在哪里水？这次才加3年了，连水都不知怎么放，竟不为你们一天到晚想，落根不行，落根不行，们当着我们的面，上刀山下油锅，你我过来受苦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不是啊，现在啦，我就是人心不坚。哎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到里面去。苗家你在这里。师傅，什么事？来问我什么事？你做的好事啊！弟子做了什么愉快的事了？怎么这样的就说你在叫我？我问你，你刚才在医院做什么？弟子并没有做什么，真是个小鬼精！你怎么跟那个衙门人在讲话吹笑啊讲话啊？知道几了？弟子未越师门一步，怎么会引起阎门人来了？这倒要听闻啊！师傅问你还是你问我啊？回答我，那个衙门人是谁？啊，要问师傅自己。好啊！你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刚才我到医院去洗手，看见师傅在相守，乡里乡外同开手，绵绵金玉话不休，一个是南疆深深富妹妹，一个是去海郎君，顿眼神又不对又不对，扭捏才定了对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不怕当着本人鸡鸟呢？跪下，拿家伙来。你去哪呀？不去啊？啊！你们也不听话啦？跪下！我这个跪下！不要跪！你们的腿是那么硬。好，你们也想早饭啦？好，肚子里是个小汤姆。请师傅帮郑重一些。哎呀，天哪！天来劈死他，后人烧死他，龙王淹死他！出去！你给多几个滚出去！哦，你能真的把我们滚出去，那真是感恩不浅。哦，可惜呀，你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利。啊！哎呀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来死给你们看！师傅，这位公公有事要紧，便是这里的侄子。今日晚在我堂庙念香为公，奴姑之子，要得此消息，你们赶快胸下手着，准备去讲。哎呀，万岁来了！快准备动作相助！哎呦，快去准备啊！在这里做什么？到里面去！万岁爷来了，我们要告你一状！哎呀，快当说呀！
的子子吗？是病。本子共有多少妻子？不认所有，许都是先王的公兵，大半都是。有一个叫什么武媚娘的有吗？有一对儿苗家，在宫内是叫武媚娘。对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快请武媚娘来见。正是。这一次，武媚娘出见。武媚娘见驾，愿我王万岁。你就是武媚娘，正是。为何不得去留来？有罪不可，是你何在平身？谢万岁。乃是天之爱，你武媚娘接着以上为公还家。臣妾系先王一人，身为不正，进宫不廉。来呀，武媚娘金凤少你才去进宫，好生自愈。奴婢谁不找你？
你不要以为我进了宫就比你们强，反正是一样，也许还不是你们。快过来，接师傅看过头。这两个位置非托你了。今日百里历史不去，常年相会必有期，留下苗酸与苗骨，要填上师傅好记。一个是无知无识天真女，一个是多有多病来杀气。你我同是女儿身，妇女官夫总是非，修理那王十八般欺凌他，许牢记今天一天拜托你。我武媚娘有朝一日成了人，也不忘师父的好心意。奴婢周娘娘，请娘娘给我营造几个起家。
有空皇上做事，此间事情比本上不是一样吗？哦，是我大胆说一句，你有些变了，变了，变在哪里？娘娘。哪里？你太辛苦了，这本来是我的事啊。陛下，你也替我做了不少事呢。哦，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说我替你替本上，你替我挖煤吗？哎呀，一句戏言倒被你仗势了。有道是君无戏言。我知道你又来了啊！好，你的本上批的事啊，请陛下过目，可有不妥之处？不必顾请，你
我娃妹可要那样的多了吧？我若不伤失你的在内，还不请你进宫呢。陛下，这里有齐有功徐敬中的本章，里边牵连过大，要请陛下听的。什么？国家用兵必得已，大外黎民平三万里，老岳当定有定力，多少九天有军备，掐不了我们老法传无言，开口军饷无私利，少见乡民受罚了，千百权贵分分离，黎民才有走出边，也是能不记等义，小康在田园荒废，平安在此山千里。那个大战无法及，金贵银丝将花人心。虽没有在此长分无极，须今夜不当分离。只得了花高来见，留守他在从中告别。他正月礼部上司，与王女有深旧情谊。他不是高要朝廷，恰为我从中报批。他早已夫妻同房，与豪门爱同生息，其中原定空人意，万幸陛下插将心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须知意，不知爱妃是何批。陛下请坐。当言到作父殿中房，将得便不离荆棘，将留守该去上书者，飞条芒虎离山地。爱妃所批故意，即将自意用药心，为吾有余多过计。天有苦衷须走起，那留守乃是王后亲舅母，他只怕从此后宫要做自己。要是他是王爷的亲舅，就是王爷的亲母亲，难道把人的不办了吗？永谢不下。正是永谢不下。唉，真的痛啊！陛下，你不说吗？哦，有一点儿有，老毛病了，不妨事的，谢谢一位，好啊。那就请陛下去安息吧。待我看看你
今天的本上。你不是说还要我替你画眉吗？你正好兴趣，快去玩去吧。好，只是骗劳你了。B， 寡人少些一日，无累无人，不得进道。未必，我怎么管到？怕亲戚，谢皇儿，皇儿请坐。未必，你也请坐。皇儿在此正替里长事理。万岁正殿也有你的座位，何况我不过是个皇儿。谢坐。惠帝，贵体可好？好不相儿。咦，万岁你怎么不见万岁呀？万岁放下早早问息去了，皇儿有事得臣妾去请他。不用，请教你也可以，反正留万岁是一个人一样。皇儿有事管不到面领家。请问这是谁批的？好像是严贵妃的笔记呢。这是圣上的旨意，臣妾代批。圣上的旨意。请问刘十生万何罪，要将这变为？刘十生为吏部尚书，10万两少监军费一断不出，不加再就百人结账报批，真是无罪。 10万两军费无比，是谁去发？其有功许敬忠。哦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两个奸臣。皇儿，身为一国王儿，怎么被儿出言侮辱大人？二人这里有证据？没有证据，是无批本。哪来我看？皇儿为何是此关心？难道你不知道刘舍是我什么人吗？是王爷的母亲。吹了！常言道，当狗也得看此人面，你眼中还有我这个王儿？有他王子万法，四命同财。武媚娘，奉劝你进宫里，你把我武媚把中王命，你妹兄弟去封神，你妹龙全是心思病。大不生气要你的国家大事，要你管理三宫六院，请抛弃王女也不在你眼底。只怪我当初最初一大气，如今
起把奴婢，你因为想得去王女位，在万岁跟前龙子君。我劝你一定放从出门，觉得自己恐不及。今日里你咋不把提心肝？我与你势不两立，天高地。这是身上的旨意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要飞，王位要飞，要飞！佩服。我与你势不两立。什么？要杀人吗？这是万岁爷赐的节，杀了人不要偿命。这里没有人，胆子放大一些。可你最微微的一双茶芝麻粉的手，也想杀人？天哪！我到底还是个王儿呀！你须知，一个王儿天下尽。有好爷好女生气腾腾，你这一次须帮这一次，今日不你希望了西这边，我看你深恨到你是什么？要这鼻子怎么进你弄死的？比起电视真气人，你来是吃了果子忘了事，晕了雾在忘了问，你来是血肉一载人，爱你是忠一你这别家开龙恩，你拿着进宫恩人，你须知富贵贫贱在我手，三宫六院我为分。从今日你烧茶也是烧掉分，不管朝政不批本，抛弃妩媚守本分，二分休妻从为人。我念你一点后必情，留在宫王在身中，就是修长今日气焰。要个比起是你神君，说句说中你事事称胡在胡杀的死绝恨。来人，皇后八家为公，宋娘娘。你这刁奴，我恨你！为公。我是个女生，是个人，是不人。
吕公公求见。哪有个吕公公？王王爷宫中的吕公公。说，吕公公觐见。奴婢叩见娘娘千岁。尹妃，你不在王儿那里时儿，到此出人，奴婢有一机密大事，就禀娘娘。什么机密大事？暂时不报。娘娘，请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娘娘，请仔细的看，上有娘娘的身份八字，胸前有刚正7枚，有人要爱娘娘。是不从我来，从王后金当里取出来的。王后每天早晚焚香做好，要娘娘得生聪明儿子。奴婢今与你们过往县见来没高。臣妇，你敢作证吗？这放大了干，有事尽管大胆而证。有娘娘在此，待你不会有什么难为。是公儿女子是。有请万岁。王儿，你这样的法子也想害得了人，那天下事就好办了。儿婢有事啊，陛下，你真好得呀！我不是告诉你对痛吗？你再待下去，臣妾的命就没有了。是啊，朕讲，陛下请看，这是什么？从臣妾进宫来，多人万岁陪宠爱，多少嫔妃喜出没，多少姐妹爱转妹，还在这次龙上山，是否有人将臣妾爱？无人大胆过来去，臣妾惶恐去难开。这是为什么？此人君是大事天，恐怕陛下知道也无奈。难道比无天智慧，寡人难以做主宰？并非此人比天智慧，有一批王公大臣在追位。即使你万岁若将在大周的本上为谁天来，倒不是我在九千人内衣裳金币将去大概。即使是王儿我也要在。真是万岁爷你的恩深义重万岁。孤孙是他，刚才他怒气冲冲进宫来，说那臣妾谁不传？生我是马龙全是新是非，生我是武苗出来宫外，生我是家事女生原有才。那边要想臣妾来，如今收财莫回来。上有臣妾三夫人，方生姐妹胸中刺，请向三世到万倍，求陛下所将臣妾救。这个梦里风来，是朝阳宫中刘公公在王后的惊到来去。
王儿觐见。领着。臣妾姬家万岁。身为一个王儿，做出这等丑事，真是死有余辜。万岁，不出此言。哼，万官叫来，死去快来！万岁，是何从而来呀？不从你金榜须来，万从哪里而来？好先生啊！我以为你后门之女有得偿，但知你不惜无道杀兄强，为用要为言必欺君罔上，思坚强。今在百姓面前抛完假作自爱不平常，不但可用天之用，天理诚心才难当。万岁，万岁的怒勇气高，不把自愿为天表，总算是要非离此，一错道，万万岁明我出吹好。自家不真有人生在，岂用巧语杀夸张？传令人的陆先生，这个孟玉从何而来？从实的讲，还有本郡王爷里赞不杀。万岁，奴婢有几个脑袋关上荒草药，这么人恰恰是从王儿娘娘金囊内取来，王儿晚早晚终尽不告你。事到如今，万贵称兄来，将王玉当时领功，天意发落，待正立即下诏，废止王玉之位。寡人替你做事，你怎么还有不有此意呀？陛下，你不是的。你还在生气呀？万岁，有上官你事情的就见。师傅，臣妾的话应了吗？他们定是为王儿之事而来。这般了得，说，看他们有什么话讲。传帖吴娘娘，定是谢娘娘，寡人为人先召，而请进宫何事？臣千岁万岁，王与身万岁，有今日来宫，使用要法，言语无比，身手无才。万岁，小王儿那是一个亿万，怎能做出此事？万岁不可轻信啊！
也有神圣不正，真实清醒，死去困难。哎呀，万岁！想王位之位，西域在普渡，难保不成郭氏全套叶王爷，万岁领金呐！哦，卿卿之言，乃是有谁叶王后？君有所何，臣有抵冲之责，不可不放此一责。以卿之见，是谁叶王后呢？娘娘生命何必孤问彼臣？你已是一家叶王后，臣并未是此事。是一家故事全套欺哄皇上。娘娘不正，何必多心？这倒要查清，交出在这张叶之人。哎呀，万岁！下言语。我王爷为着私家心何人？自己身须回门行，本官言说去不清的莫瞒之事，不可不信。万岁！自不应朝堂有明君，才有个列国有真分。为臣只是一句话，娘娘苦苦必为真。娘娘的用意何必问？如神家境，司马平相承认，两代中人私家子。还有我们的有公兄，今日里忠心乃生儿娃，岂非是混兵天下老臣心？爱卿，这真是天下之文也。王后言听当真，恰有人红色把哑巴是非问。普天寒地有众人，相思这里扬州奔。说什么五十全朝明王与位，分明是依法节目下才有。铁证是三代交纳，为啥才因血吞人？杀非公母同结党，也能测出天地文。就让你贵族们的是三种，大人看的是眼睛。我问你理解公为文革吧，上公万一无才名。就让你原来鞠躬苦熬上，还有众人哭泣君。在这我不饶光说与外困于不困为，寡在愚公之子，吾尊王爷尔等之才非，臣等该死。上为你亲自，是王女王子何不要义，不作为天下亿万，咱命上为你操造，非为世人。臣领旨。每经此事，因公其今日，便为刘贼司马把封山岳所及礼金，铁棒辛苦了。今日孙上开红，必将他人，以后还需上批圣意，下为黎民。就在宜昌里在四级兄家无足必为，两眼相告，望你记下了。臣记下了。记下最好。已经不是十三过，那相信头一点恨。
特意要对上官人在东宫用膳，并请他妻儿讲解门事。上官你讲解的时候，上官人也是元宝，儿谁也必听。上官你也是好。去吧，这边是要是不好的。是王儿，母儿呢？母儿，儿子有个哥哥一同到东宫去玩，你们都不愿意跟你娘在一起。去吧，不怪你们。是谢母儿。姐姐啊。也有是来做民众。
不与孤苦无须，国家的命马一苦过日一成快，此时离别国在。那么第三，接诊公费内容应该禁止三瓦半桥。是啊，要禁止三瓦半桥。遍地间，王公府地乱金王，百年风人数量大，今晚风落要年前下，不但能把民风变，国富好人不敬家。你这样做，不怕希望的忠实子弟骂你疼你哟。等起想的是说起黎明，哎呀，你不怕，可是父王你日黑仔细不得清净了啊！他们为什么不生？要是离开家黎明百姓来生，黎明百姓？是啊，陛下，你离开光开夜幕，光开夜路，这些呀天呀！上一道家有回国与方，岂可以不分上下论将王？真经18夜路开，从此3夜论天下。我老伯伯一光堂，王公回家遍天涯。错于是天高皇帝远，民间的疾苦真明白，有儿只听宫中呀，不问事业民间亡。民有月球相在书，好有得失真明察。因此上更年才有虚光开，下子干脆要念经家，放两根下不管，怕什么产业乱天下。女啊，你倒说得好听啊！你不想想今日的麻烦哦？身为一国天子，岂能为黎民而怕麻烦的道理？好，你有理，你有理呀！谢亲，你倒是说吧，天有，这个有理呀，有理呀！对，你怎么办？没错，弟子，对了，陛下。那么
上计了，就请陛下考虑此意。请你总得让我想一想啊！不对付为不？许爱卿啊，今日久别定心，该是再请吧。天有好事，臣告退。殿下，这休要自责，是这里不忘遗嘱，否则已经犯的一同小苦啊！就因为父王有意不全，他是有差我们，有时是娘着我们，此次下去，应快立祖庙，是我的宝啊！殿下，现在必须要令武王下诏，等早时下雨，你父王要反悔也不能了。事不宜迟，死在身边，言之有理，老臣暂且告退，请于顺朝。好，此次你不赞成，与我在此等而不忘。王儿，父王，儿臣传其父王，就你一个人在这里，就要一人在此等儿父王，再无别人了，再无别人。唉，孩子啊，你做这事太危险了。我越想越不妥当，父王，此事你不能再犹豫了。你得不想想你母育的许多好事吗？母儿许多丑事，对父王、对臣儿、对历史总是来讲是害多利少。可是朝中另有别人在拥戴他，儿臣但有意就为此啊。你觉得上官你这个人靠得住吗？父王，上官你乃是两面老人，
忠心耿耿，只要父王拿出旨意就行。他岂可留到？两位老人虽靠得住，这太冒险了。就像你，他是你的生身母亲，尚且靠不住，不光两代老人，这是罢了。哎呀，父王，儿子已经同他商量过好多次了。怎么，你与他商量过好多次了？哎呀，你这个父王，你呀，你这个毛孩子哦，父王啊！彼时儿刚强为杨元，都是为不知他是何等心。自从环顾了天地，那些女子观朝生，看日女儿算公平，这平齐时辰十道情。不枉你杀不当机列断子一品，历日的不妙三地情。也无其为我有心，自比三世我苦饮，父子为无上万就通病，待明你母与李朝政，谁准他权夺来尊朝廷，恰也是我父名家罗太平。我为他再算自不有才能，恰是父王身为心，多少他人爱你人，多少讨你父王空有帝王名，他不说将天而并，这历史的荣威要我提自古太朝当再见我心灰，从人月老情凋零，门道两半人无人，有几个是我的心不人。比天有莫再人，为是意外他与一人。寡妇不仁反来劝，小不仁是在茶屋里。王儿不是从于情，你何必烦恼自己心？跟我话为我年迈身有病，只求得子女千年而根茎。王啊，说罢了，现在是老长官女子，长官你啊，不接，不接，不，快说！你，哎呀你呀！老贼，现在是老长官你传见陛下。好，上官你平身，谢陛下。上官你来得真好啊！寡人心知万味，正要找你下棋。下棋？下棋！哎呀，父王啊！早
上官你忠心党政，做苦心痛，父王你何必动虑？陛下，向老臣两兵将上，须眉须他，历来深受唐室宠恩，在官老土地也所不行。陛下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父王，父王，哎，陛下，那么你认为天运是如何？陛下呀！臣陛下不知下文，臣其官过为蒙恩。前儿做事不配人，一堂才子算朝生，王妃庄亲去爬草，此今小人在宫廷，谁琢磨破个牢狱？并才能见不顾先王立位，归所年丰先王定，岂用葡萄论边根，万岁自古在天上无儿分，岂能是三间有儿孙？不知为天罡不正，臣娘在凭记死神。爱卿，那么一念之间该自如你？陛下深处，臣不管冒昧。父王方寸一论，但将不放。陛下，这官非此妾女，实乃是唐舍之夫啊！非的吗？陛下，你这般犹豫不决，不但立誓祖庙，胆子苦情，只怕臣等也要受掌声之体。哇，陛下，这好，上官你管朝非有之招吗？是陛下依准，臣虽死无恨。上官你曹操，臣领旨，长等人。
天宇，这是有理吧？也许我来的太不是时候吧？不，老太爷关起门。你管算是我的儿子么？上官你呢？怎么不出来见我啊？上官你穿剑前儿，拿来，这拿来。请问这是何居心？请问陛下所以？想到要将臣妻比，我这里勤勤恳恳为国们，你那里是规规矩矩永不变？万岁不用的人子，你到新疆奴婢，于家于国大有理。我武媚娘本身三观不对立，后也有你莫多疑，我虽那人有此意，既然陛下无此意，哪一个大胆官有此意？稍问在人其此意，请有的死去问上官仪，老臣便是好大的大胆可自当官你，本是王你将王月的，听得他把你手起，还有无意不多礼。我为你离间恭维，以小晚上给我陪。臣这句昂堂启程，须回不去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臣这就得惭愧。陛下，上官仪一人逼君，离间恭维，该当何才？谁因此事？谁因此事？主。我年纪高嘛，咱一天老他叫淫妇女子，乃是像上官仪也是天老子，谢天哦。
想保他吗？儿臣愿保。我是你的仇人，母儿，难道你不是我亲生养的吗？为什么你也来反对我？儿臣该死。是因为你也是一个男人吗？孩儿不孝，这是你的心里话。那是天子在，他只言一字闭目陪你人堂，不足以为天下之君，应即昭告天下，必为死罪，将他逼得人公严加宽恕。我的头啊！我的女儿娘，孩子，我多久没有听你这样叫过？再叫一声娘。孩子，你糟蹋了这个名字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上官仪一个人的罪过，娘必须公正，不能轻视。是吧？娘为了看你的。